大家好，我係 Michelle Wong。90年代喺理工大學視光學畢業之後，隨即從事視光師工作。2007年創辦咗活視專業視光中心。我嘅宗旨係為每位客人提供最優質嘅視光驗眼服務，並且提供針對性嘅相關解決方案。咁多年嚟，我幫助過超過7萬人改善視力㗎啦。曾經有一位好深近視嘅媽咪，佢帶住佢近8歲嘅女女嚟揾我。原來小妹妹由1年班到3年班，近視已經增加咗接近300度。媽咪好擔心，如果女女嘅度數繼續係咁樣倍增落去，真係不堪設想。於是我哋就為女女提供咗近視控制隱形眼鏡同埋鏡片嘅方案，並且每年做定期嘅跟進，效果好好啊，好開心。小妹妹而家已經中3啦，喺呢6年佢嘅近視度數只係好輕微咁增加咗25度啫。其實唔同嘅年紀會經歷唔同嘅視力變化。有一位已經俾我哋跟進咗超過15年嘅客人，以前佢喺辦公室工作，經常遇到眼睛乾澀、視力模糊同埋視力疲勞嘅問題，好影響佢嘅工作。於是我哋結合咗多種方案，解決咗佢遇到嘅視力問題。到佢踏入咗45歲之後，開始出現老花。我哋就為佢驗配辦公室漸進同埋老花 con。到而家佢50幾歲啦，我哋就同佢做定期嘅眼底檢查，幫助減低患上白內障、青光眼、黃斑病變、糖尿上眼等眼疾嘅風險。所以無論你係5歲定係80歲，我哋都努力不懈去珍視你嘅眼睛健康。視力無價，我好喜歡呢份工作。我 Michelle Wong 係你嘅眼睛健康守護者。